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环公路，景色真水，通车了后游客真多。最近天气无稳定，部分的路段崩沙落石，所以公路总局调整开放的时间，本地是为早起的7点开放到下晡的2点，尾也调整到早起的7点到中昼的12点。但是告示牌无改时间，嘛无做宣传，一大堆的游客轰动伫的梅山管制站的头前是安尼气噗噗。2点不是2点啊？对啊，它旁边不是那个牌子吗？它旁边牌子那个红色牌子也还在啊，它也是到2点啊。大家愈讲愈生气，点的公路局。我跟他们讲，他们就是不过来啊。不过来呢？这个公务人员的傲慢啊，你懂吗？规排轿车要挡机，拢挡伫个管制站。我们也是依照标示去做行驶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权利受损，那很麻烦。老师讲很麻烦呢。面对游客不满现场的环境嘛，真无奈。原来是因为梅山口还有向阳东西双边开放时间本来是早起的7点到下晡的2点，不过最近因为天气无稳定，山区部分路段下帮公路总局甲先端伫6月15公告，调整开放的时间提早到中昼的12点为止。不过管制站的告示牌啊无改，敢若放一块白板写管理单位的电话。昨有几摆唔知影游客拢无法度入山，引起不满，一群人伫现场伫遐会将近2点钟，最后伫警方的苦劝之下，只好回头落山。未输先进的南环公路，为5月份重新搁开通了后，逐天拢有真侪游客上山，尤其是假日车搁较侪。公路总局甲先端提醒乡亲，若要去南环公路，上好先了解开放时间，以免白走一抓，影响心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